由小學生到中學生，其實都係將嗰個願望咧，去楞翻佢去乜咧？佢唔係想要佢個物質生活㗎，係啊，佢亦都唔係想佢個學業幾好啊，唔係想佢未來可以出人頭地嘅。佢其實係想要乜咧？係佢爸爸媽媽可以去佢學校嘅家長日嘅啫。他開家長會的時候，我同學他們的父母都去，然後我的父母沒有去。然後嘛，他們就說他們過年會去奶。佢一個女仔，佢面喺一個窮山窮水入邊要去生活，佢食嘅菜都要自己去種嘅，但係佢呢，其實喺個屋企嘅牆壁度寫滿幸福家庭、美好生活，喺度自我打氣啊！呢個對我嚟講一個好震撼嘅畫面，嗰種對比呢，依家講緊6000萬嘅留守兒童，佢哋爸爸媽媽出去工作，一年可能係見，即係一年見一次咁。其實班細路嗰種，其實後面有好多情緒啊嘅照顧啊。如果唔去做啲嘢嘅時候呢，其實問題會更加越來越嚴重。呢個亦都係講緊我哋講緊隔代貧窮。咁所以眼前其實可以喺有一啲嘅物質啦，無論喺物質啊、資金上面嘅支援啦，最起碼其實我哋可以去到會唔會有一啲嘅項目，我哋其實可以支持佢。我覺得係有好多嘢可以去做嘅。